今日嚟到灣仔六國酒店食自助餐，佢嘅環境好舒服，有長腳蟹、龍蝦、麵包蟹、香檳紅白酒任你飲。今次咧有好多款李錦記出品嘅菜品，依塊肉眼扒真係好好食啊！尤其一定要食個芝士焗蟹蓋，熱葷選擇咧都有好多，椒鹽大蝦、三文魚、蠔皇扣海螺片、咖喱雞、龍蝦茶碗蒸、片皮我都一定要試。現場有師傅咧表演即整花膠意大利飯俾你食，仲表演火焰燒菠蘿、火焰雪山蛋糕。刺身方面咧就有5款，仲有爐端燒，拎咗好多冷盤前菜海鮮，佢哋嘅品質味道都真係唔錯，一定要試呢個龍蝦湯。有成20幾款甜品，有好多新鮮嘅水果、芝士，泡芙塔打卡一流啊！無限任食嘅黑人大啫，一定要配埋呢個即烤窩夫，哇，好邪惡嘅甜品組合啊！快啲去 book 位啦，而家仲有優惠。我係 Karina，如果想睇更多唔同類型嘅片，記得 follow我。